歡迎翻到嚟占士邦睇樓團。講到青衣嘅指標屋苑，點可以唔提青衣鐵路上蓋嘅迎翠半島？今日想介紹一對兩房單位俾大家。咁呢一對單位有咩咁特別呢？首先佢喺5座喺一個出入口最近嘅其中一座單位。咁個單位呢係30幾樓高嘅，唔算太高，亦都唔算太矮。咁呢一對單位呢，佢嘅間隔亦都係迎翠半島裏面最受歡迎嘅兩房間隔之一。佢上面嘅景觀亦都係非常之開揚嘅。咁個單位仲未打通，咁如果你家庭成員好多嘅話呢，可以分開兩邊，大家都有自己大家嘅私隱度，要見面亦都十分之方便，連衫都唔使換啦。咁如果買嚟收租嘅話呢，亦都非常之簡單咁樣去打理嚇。咁啊，同一個地點揾同一個師傅，亦都可以打理晒兩間屋嘅有咩損壞啊，亦都好容易去打理。咁我哋而家一齊上去睇睇呢一對單位啊！地理位置好，間隔靚，景觀開揚，層數好，最重點係乜嘢啊？佢嘅叫價已經係非常之貼地，非常之貼近銀行嘅估價同埋而家嘅市場價嘅。要睇樓好方便，業主已經放咗鎖匙俾我哋啦。想預約睇睇呢一對單位嘅朋友，可以喺下邊嘅連結揾到我。咁今集樓盤簡報嚟到呢度先，我哋好快又見面㗎啦，拜拜。